2026年2月25日，跟從耶穌。不平。詩篇37篇1至7節。想象一下，小明正身處競爭激烈嘅辦公室，睇住嗰啲善於擦鞋、不盡責任、搞小圈子嘅同事獲得晉升，佢嘅內心開始煩躁，問上帝：公理何在？堅持正直仲有意義嗎？詩篇37篇1至7節以不要心懷不平作為開始同結束。呢首智慧詩篇申訴住義人點樣面對不公嘅處境。人嘅天性尋求公正，當面對不平嘅事，自然會產生憤憤不平嘅心，期望公正可以伸張。不要心懷不平，並非對不公或者罪惡視若無睹。詩人要藉住勸誡轉換我哋嘅眼光，追尋我哋可以點樣面對。預苦期正係面對罪惡嘅操練，一方面透過清心自省，求聖靈光照看清內在嘅本我；另一方面藉住默想耶穌基督，得着以盼望面對罪惡嘅生命力。點樣去帶住盼望面對邪惡呢？係1至2節，詩人先想到嘅係時間。上主嘅時間同我哋睇時間嘅方式有所不同。我哋見到惡人存在多一日，就會感到心煩躁，以為惡人嘅惡可以不斷咁樣延續落去。但係上主嘅時間，佢睇人生數十載，只係好似即將枯萎嘅青草一樣。人嘅惡有限期，並唔長久。喺我哋眼中，惡人行惡多一日，佢哋不正當嘅利益累積多一日。但喺上主嘅眼中，惡人喺行惡多一日，佢哋累積上主嘅憤怒多一日，更加要面對更重嘅審判。兩種嘅時間觀點並非排斥，而係共存。而當人心懷不平，就表示只係看見人經驗嘅一面，而忽略咗上主眼光嘅一面。耶穌基督同時看見人嘅罪同短暫，亦都看見人嘅悔改同自義。佢冇心懷不平咁樣面對不公嘅審訊同刑判，反而將自己全然交託俾天父，帶住盼望走向十字架。第5節講，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。詩人形容我哋心裏邊嘅不平、委屈、憤怒，就好似一塊巨大嘅石頭壓喺我哋身上邊。我哋要做嘅唔係要擊碎佢，而係將佢交託去到天父身上。交託原文嘅意思係滾動，呢個詞生動咁樣表達出整個過程，並非一手接一手咁樣立即咁樣轉移，而係好似推動大石一樣，一步一步將佢帶到天父嘅肩膀上邊。呢種交託並非對惡事嘅縱容，而係以信心等候天父成全對我哋最好嘅安排。或許我哋而家正係面對工作、人際、家庭等等各方面嘅困難，喺預苦期默想耶穌基督嘅坦然接受、完全交託，將呢個重擔滾返去俾嗰位愛我哋嘅主，讓我哋看見十字架嘅道路，跟隨耶穌嘅腳蹤，學習信任嘅一課。交託石嘅禱告練習，揾一顆小石頭或者任何有重量嘅小物件握喺手裏邊，設定1分鐘響鬧，將你心裏邊覺得不平或者憤怒嘅事情想象喺呢一顆石頭裏邊，完全靜默，感受手中石頭嘅重量，感受心中情緒嘅重量。鬧鐘響咗之後，做一個禱告。主啊，呢件事太重啦，我將呢件事嘅主權滾給你。將石頭放喺可以見到嘅地方，深呼吸，
繼續專注要做嘅事。如果憤怒同憂慮再嚟，我哋望下個石頭，心裏面默禱，石頭已經喺上主嗰度，唔喺我嘅手裏。